位天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神龙做导读。我们请注意看麦克风有没有关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恭诵《论语》礼仁第四。子曰：“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”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耶？不可以长处乐。仁则安人，智则利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苟是宜人矣，不恶也。”子曰：“不以贵，是人之所易也；不以其道德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所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弃也。君子弃人，不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。造次必一事，颠沛必一事。”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尚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以仁义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以其党。观过，失之人矣。”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子曰：“士之以道，而耻恶一20者，未足以义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以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弊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徒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”子曰：“罔利而行，多怨。”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由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生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为。”子出蒙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终是而已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于义，小人义于利。”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”子曰：“事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子曰：“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古者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待也。子曰：“以焉识之者，贤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义纳于言，而敏于信。”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子游曰：“事君硕，斯如矣；朋友硕，斯师矣。”恭诵《论语》礼仁第四第二篇。子曰：“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
焉得志？不仁者，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耶？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子曰：苟志以仁义，无恶也。子曰：不以贵，是人之所易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弃人，勿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一事，颠沛必一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，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。我谓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以其党。观过失之人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之以道，而此恶一恶十者，未足以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以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以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徒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往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由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之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生乎？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，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士而已。子曰：君子义，小人义于地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行也。子曰：事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义者宜习，义者宜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待也。子曰：以焉识之者，鲜矣。子曰：君子义纳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事君硕，斯如矣；朋友硕，斯斯矣。公送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其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山胜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
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南无垂意现，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言武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有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直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南无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我驾，保佑弥勒继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梁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吾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虐行路径。念起真言归活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8叩、9叩、10叩手。爱想其有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弟子子沈赵朝明，荣洲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业慧菩萨，
月会菩月萨，会菩萨，慈悲作子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祈求争战止争息，止息，世世界和界和平。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祈求调雨风顺，调雨顺，国泰国泰民安，民安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朝歌采纳。圣慈圣朝慈朝歌歌采纳。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生生弥弥勒勒尊佛。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勒弥勒尊佛。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好，感谢当来感恩师下生弥勒尊给佛。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护持，后学就导读完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，然后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，晚晚安。安，拜拜。领任，感恩领任。拜。再见了领任。再见了很优秀的前线，感恩感恩。领任啊，领任晚安。领任好，领任晚安。买那个树种550块的，一串呢，20粒的哦，比外面的便宜哦。树的呢，可以拜拜的哦。林天进前贤晚安，晚安啊，前贤们晚安，感恩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